伊是我的主人。啊，那我是一个普落级的狗奴才。饲狗仔的人一定拢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咱家己的生日会当凊彩过，啊，毋过若是狗仔的生日一定要好好安排。所以今日我就要带库玛来过生日，咱生日一定要无同款，一定要打扮起来。我红色的敢若较喜气，这条乌的出去较袂垃圾呢，是安尼。这条过生日较适拍的这个。啊，无啦，安尼这条，咱挂黄色的这条出去。黄色的会较活泼，今日你出去就挂这条。等我一下哈。马自细汉伊就真惯势坐车，所以伊完全无晕车的问题。也毋过你敢知影，足侪狗仔拢会晕车哦。狗仔晕车起来的时阵，甲人共款，有可能会吐。啊，若你的狗仔会晕车，后摆要坐车进前，会当先带伊去狗仔病院，摕一寡晕车药仔来食。狗仔晕车的时阵，伊若小可有咧晕车，有可能会喘气，袂定着行来行去，甚至是流喙沫。所以你若看到狗仔有这个状况，真可能就是伊咧晕车。狗啊，你要落车哦！若毋是为着你，外口遮热，我无爱来哦。是鱼啊哦！好嘛，咱要来去后一站嘛。出来佚佗就是安尼，阮徛伫遮即摆已经10分钟拢袂甜袂动啊！开车是阮即种狗奴才的代志，狗仔负责困就好啊。哦，生日啦，我嘛要困。惊狗仔上无聊，坐车坐袂掉，所以我有准备这佚佗边啊，互狗仔通好佚佗。OK， 好，你要不要佚佗？踏车踏2点外钟，总算开始叮当啊！啊，毋过阮到花莲，阁差不多爱买几点钟诶。啊，拄踏车踏到安尼，毋知敢是遮的山崩去。这边是有够古锥，顶面一模共款的狗仔，阁有足古锥的狗仔脚印。上重要的是，库玛家己有房间，这间是伊的房间。我带库玛出门，一定会早伊伫厝里困好惯势的棉被。
啊，搁有即只是酷妈的翁仔，伊咧困的时阵嘛会放在眠床边，互伊。即个骨头我会嘛会放在内底，互伊无聊的时阵会当摕。早上，你困饱哦？好啦，要起来啊啦。这是人的早顿，啊哥有这是狗仔的。我的弄。打叉叉。哎，姑妈，你敢要食玲玲？妈要食。这间民宿的外口，阁有较大片的草地。狗啊，你在领咯？啊，老张。哎，先生，你要叫我行这？哎，你做歹行呢？哦，好啦，好，你等我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啊，你家己落，我等下我后壁就来。哦，行。啊，真正是吼。这叫做下壁渡溪办公园，是热人耍水的好所在。啊，毋过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而且热人的时阵非常的晒，日头赤呀呀，一定要甲家己包起来。结束，我要回去啊！哎，酷妈，咱要回去啊！酷妈，你的生日哦，嘛无想要回去做工课哦。咱要回去啊，后盖还过来佚佗。哎，讲到做工课，你是要安怎？就回去啊？无爱插无啊？过生日买奶会使无鸡卵糕咧？哦对啦，啊若袂使无你啦，你是主干呢，你的鸡卵糕。等下，要卖着对吧？哇，你做鸡卵糕有够高级。